仔若唱歌跳舞，哪甲食材卡伫咧披萨饼皮顶，会当安尼家己做披萨，大家人拢真欢喜，嘛来和大家分享家己爱食的口味。我喜欢吃海苔口味的青椒。青椒，还有放什么？还有放玉米。做披萨开不开心啊？ 靠乡的一间幼稚园举办做披萨活动，互家长准备囡仔爱食的食材，老师才来教你安怎做披萨。觉得很新鲜，第一次这样子做，很好玩这样。其实幼稚园向时伫咧过年进前，拢有食火锅庆团圆的习惯。不过这摆改做披萨，希望互囡仔有无共款的体验。圆圆的披萨嘛是代表大家会当团圆。今年的方式不一样，让小朋友们做披萨，让新的一年更加的美好。食到家己制作的披萨，那是真好的体验，相信嘛，互这群囡仔印象真深。